平時冇胃口嘅時候，我就會做呢一道香蒜菠菜金針菇，簡單易做，超餸飯啊！首先我哋去咗菠菜嘅根部，洗乾淨備用。金針菇亦都係撕開備用。香料準備蒜、小米椒同埋花椒。小米椒我哋將佢切小段，中意辣嘅話可以加多幾隻，蒜嘅話切碎就 OK 噶啦。然後再嚟煮一鑊滾水，將金針菇將佢焯熟。怕寒涼嘅朋友可以加2片薑嘅。熟咗之後將佢撈起身，擎乾水備用。然後再用鑊入邊嘅滾水煮菠菜，大概煮1分鐘左右。煮嘅時間唔適宜太耐，如果唔係好多水溶性嘅維生素就會流失嘅啦。都係撈起身，擎乾水備用。另起一隻鑊，我哋倒入適量嘅油，將蒜、小米椒同埋花椒都一齊倒埋落去，翻炒到香料出香味。跟住倒入生抽、蠔油同埋糖，翻拌到糖完全融化就 OK 噶啦。最後將炒好嘅蒜蓉醬倒入擎乾水嘅菠菜同埋金針菇入邊。簡單又餸飯，減脂期嘅朋友食亦都毫無負擔啊！好啦，今日嘅視頻就到呢一度，祝大家好胃口，我哋下期見。